欢迎收看《南方特搜报》，我是赖昌邦。2月14号西洋情人节，你是怎么过的呢？正统鹿耳门圣母庙的月老非常灵验，20年来促成大约6万对的新人。由于人潮络绎不绝，在神明的指示之下，庙方打造一间姻缘殿，里面有7彩姻缘灯墙以及完美拍照布景，吸引许多民众来参拜。这间有着7彩灯墙、粉红色的装置艺术，是鹿耳门圣母庙最新的姻缘殿。因为这尊月老非常的灵验，因此神明降价指示，分灵一尊下来。越南老人有落家来指示，讲要用较创新、较现代化的姻缘殿安尼。这尊月老在20年来已经牵成6万对的新人。月老原本在3楼的天宫殿，现在在1楼佛祖殿的左侧。庙方将姻缘殿打造成完美打卡景点之外，更将姻缘灯以 LED 的科技来呈现。越南老人有来指示有来指示就是讲伊要促成较侪善姻缘，大家会当存好心做好事讲流浪的话，互迄个家庭较和乐这个大家当来加做寡好代志。庙方也推出文创品，吸引民众前来参拜。大家不妨来这边走一走，看传统与现代科技的全新结合，顺便求一个好姻缘。记者杨顺怀台南报道。情人节送巧克力，表达心中的甜蜜爱意，是许多情侣首选的礼物。不过，巧克力的口味都差不多，好像缺少了一些创意和惊喜。台南一家酒店就发挥创意巧思，结合在地食材，推出各种口味的巧克力。口味包括了雪甲的蒜头、梅里的青梅，甚至连豆腐乳也加入了主角。台南是美食之都，更出产各种优质农特产。台糖长荣酒店为协助农民推广行销，特别发挥创意巧思，将各种台南在地食材融入到巧克力的口味当中。口味包含梅岭梅子、雪甲的蒜头，就连豆腐乳也大胆加入。到底好不好吃呢？就让民众自己试看看。美棒，真的呢。看它的味，它有。呀，咸咸的，知道里面已经咸咸的，越里面越好吃。我觉得蛮好吃，可是我吃不出来里面是什么，它里面是焦糖啊。那我可以告诉你它是什么口味？好。豆腐乳。好像有有哈。从去年开始，我们就开始在研究如何让这个巧克力变成在地国际化。那如果把这个台湾这个丰富的在地的农业的食材融合进去。那其实我们在去年就开始在研究，里面第一个蛮特色的，就是说这个豆腐乳的巧克力，大家可能不相信，这是用豆腐乳去做出来。豆腐乳当时我们在研究的时候，都把它融合进去，说从找出台湾的豆腐乳，再把豆泥把它搅成泥状，然后融的黑巧克力加上浓的鲜奶油进去，然后做成了这个尤其外表这样亮丽。那我想这个今年推出这个是第一款这个。那第一个我们推出那个青柠檬小粒，让年轻人吃起来我比较特殊的清香的。2月14就是西洋情人节，台糖长荣酒店赶在节日之前推出这些创意口味又好吃的巧克力，就是希望能让收到礼物的人感到特别。记者张硕维台南报道。另外，动物也要过情人节哦。寿山动物园在特殊的节日都会帮动物准备小点心，像是今年的情人节，园方也特别制造浪漫，准备了漂亮又应景的蔬果花束，送给园区的教客，也让他们借机会向同伴表达爱意。情人节第一次收到应景花束，寿山动物园的灵长类动物都紧抓着不放，好奇到底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惊喜。虽然动物园的工作人员为了迎接情人节的到来，特别用水果和鲜花配色，点缀成浪漫的花束，要在情人节这一天表达对这群动物们的情谊。但是落花有意，流水无情，星星们却都只在意到底里头有什么好吃的蔬果。
感情好的黑猩猩还会互相分享，但是平时不好好维系感情的红毛猩猩，现在就只能在一旁干瞪眼。收到亮红色火焰木捧花的红毛猩猩阿红，还一度想拿手上醒目的漂亮情人节花束献给室友咪咪，换取对方手中的花椰菜。原本还期待能够看到粉红泡泡的工作人员，却没有想到咪咪掉头就走，完全不给阿红任何机会，成了今年寿山动物园里最感伤的组合。我们特别帮向领赏动物红毛猩猩、黑猩猩，我们利用常见的蔬果之外，那我们也加上比较少食用的，像是金枣、蜜枣，那还有目前正在盛开的火焰木花朵。我们同仁就利用这些食材，把它精心打包成像是花束的模样，来送给黑猩猩还有红毛猩猩享用。那也由于像是黑猩猩、红毛猩猩平常比较少食用这些特殊的食物，那他们看到的时候有些反应也不太一样，有些会仔细端详之后才开始吃。那但是有些个体的话，他们就会喜欢想说拿去跟他的其他的伙伴们来一起享用。迎接情人节的到来，全新改装的寿山动物园也首次为园区里的教客们准备浪漫的花束，一起度过浪漫的一天，甚至更准备了之前不曾喂过的食材，让收到情人节礼物的动物们一下子还有些不知所措。不过尝过一口之后，就能够感受到园方的真情实意。那这次也是动物园我们首次把这些特殊的食材打包成像是花束的模样来提供给动物享用。那像黑猩猩它们其实它虽然说是杂食类动物，那它其实它主要的食物的来源还是以像是蔬果、蔬菜、水果当作是它们的主食来源。除了灵长类动物，园方也贴心为感受不到辣味的鹦鹉准备富含维他命的辣椒花，色彩鲜艳、丰富的浪漫点心，让寿山动物园在情人节这一天充满了温馨的氛围。记者高雄综合报道。元宇宙相当夯，寿山国家自然公园也加入国家公园的元宇宙探索专案，民众只要下载 App 就能够进入虚拟的空间，在任何时间地点都能够畅游寿山，欣赏寿山独特的珊瑚礁岩形成的钟乳石洞。3月份起参加线上导览活动，还有机会抽中特色礼物。进入国家公园的虚拟展示空间，化身小小探险家，探访寿山国家自然公园，了解园区里的地质景观。其中石灰岩中的珊瑚礁形体是由古代的珊瑚礁生长而成的。可能很多民众就是没有机会亲自来到寿山，但是只要进到我们的元宇宙空间，其实你就可以了解这个寿山国家自然公园，它有一个很特殊的地形，就是高位珊瑚礁的形成的过程。有一些照片，也有影片，然后另外还有就是一些问答，大家可以去，就是大家都可以去试看看。这是内政部推出的国家自然公园元宇宙探索专案，除了寿山国家自然公园之外，还有金门、太鲁阁、雪霸和台江加入。除了可以看到各区的展示内容之外，还有互动问答和学习单，完成之后可以抽超商礼券。建制了一个元宇宙的虚拟空间，对，那我们寿山国家自然公园也有，对，所以大家的话就是可以在 App Store 下载 GoXXR 这个软体，这个 App 之后的话，就是可以找到内政部国家公园元宇宙。另外，国家公园元宇宙空间将在3月份开始提供线上导览活动，参加线上导览活动还可以抽5个国家公园提供的特色礼品大礼包。寿山国家自然公园推出神秘魔法石和变色玻璃杯，都是非常有创意的纪念品。像我们寿山的话，推出2样很有特色的、很有创意的那个文创品。第一个的话是寿山钟乳石的变色玻璃杯。那第二个的话是寿山神秘魔法石的一个手工香皂。而如果线上探索寿山国家自然公园还不过瘾的话，园区内有4个洞穴开放探洞，只要联络好巡守员，在专业的带领之下，就可以亲身一探钟乳石洞的秘密世界。比如说，在地上它长期地下的话就是一个石笋，那在上面的话，它累积在上面就是钟乳石。那长期这样累积下来的话，可能只会连贯在一起，它就变成一个石柱。或者是在我们国家自然公园管理处的官网上面看到这些合格巡守员的名单，那民众可以跟这些合格巡守员做联络。那联络完的话，这个巡守员会代替你提出申请。
对，然后并且带你们进去探洞。寿山国家自然公园临近高雄市区，生态资源丰富。除了亲身探访之外，又多了线上的虚拟空间，在任何时间地点都能够畅游寿山，还可以参加特色礼品的抽奖。记者黄冠维、赖昌邦高雄报道。台南市的新南国小有位家长，同时也是一位古迹导览员，他自发性的邀请家长带着孩子来到安平实地走访。除了介绍台南400年的王城和周边的秘境之外，也就由亲子互动了解在地历史，开心的一起完成寒假作业。在古迹导览员叶敏的带领，一群人来到安平西螺店后方，这是安平古城的遗迹。特别在迎接台南400年这一刻，邀请同样是新南国小的家长和学生一起来实地参观感受，接着介绍王城周边的历史故事，更加认识在地的历史文化。我们的台南400年之前发生了什么事呢？那在这边有什么建筑呢？是荷兰人从400年前来到了安平这个地方建造热兰遮城，它后面的故事又是什么呢？所以呢，这一次呢，来带小朋友们来这边热兰遮城介绍，然后而且呢，还到旁边去介绍我们的安平古堡、安平老街之类的一些遗迹跟一些历史的故事哦。原本在教科书所读过的历史，有机会可以实地参观，从安平古堡、东兴洋行到安平老街，让小朋友更加亲近并懂得珍惜在地古迹。我最有印象深刻的是安平城，因为老师讲的故事非常的精彩，然后我觉得非常的有趣。我最喜欢的地方是热兰遮城的城墙结构，而且因为它里面有加可可粉跟糖水，还有糯米粉，到400年之后还可以看到这个城墙，我觉得很特别。让我最印象深刻的是安平古堡墙上的铁剪刀，因为那个是荷兰人他用心挖下来的，我们现在还可以欣赏。台南迎接400年，虽然对于建成、庆祝等用语各界看法不同，甚至郑成功协会认为应该从热兰遮城1634年完工算才对。不过站在回顾的立场，就是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记者顾文吉、何乔邦台南报道。高雄中学校友会串联各级同学会，发起拔尖计划，为家扶中心的孩子客制化的募集所需要的升学参考书，并且扩大举办全国家扶赠书会，鼓励家扶的孩子拥抱知识、拥抱希望，为家扶儿的升学竞争力加分。由高雄中学75级同学会首次与南高雄家扶中心合作，办理照亮家扶儿拥抱知识、拥抱希望的证书计划。针对积极升学、倾向用功型的家扶孩子，客制化他们所需要的参考书，由学生自己开书单，选择自己所需的书籍。证书活动已经办了，应该是第6年了。一开始是75级的学长们，他们想要做一些对社会有一些公益的事情。那不过一开始只是在高雄办，那我们后来81级知道有这个活动71级啦，我们是71级毕业，71年毕业的同学们，那也想说跟着一起做，所以我们就在屏东也办证书。在屏东办证书的1年后，就发现我们一开始只是说帮助小朋友说帮他们买书，没想到在1年后，屏东有一个女学生她考上了台大，那这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很大的鼓励，因为毕竟我们只是一个证书的活动，我们不知道我们能帮他们多少，可是我们这样子给他一个机会，翻转他的人生，对我们来说这个是很大很大的鼓励。所以我当上理事长之后，我想说当上雄中校友会理事长之后，我就想把这证书活动扩展到全国。校友会回到母校高雄中学，举办第2次的全国家扶证书，总计20个家扶中心，共计547位学生受证书。
当然，我们也知道说，在我们经济弱势的孩子在学习历程里面，可能他们没有办法像一般的孩子说啊，我想去补习，我就可以去把他全科都补完，甚至请家教。这个对我们的孩子来说，其实是一个很奢侈的想法。那就是刚好也很就是社会大众的这个关注，我们雄中校友会75级呢，在5、6年前，他们就有特别去关注到这一群孩子们的需求，所以他们就来跟我们家福谈这一个说，我们可以怎么样帮孩子们可以在他们学习历程过程里面，让他们有更多的资源。那所以就产生了这一个拔尖计划里面说，我们来提供给孩子们他们的这个就是他们的这个参考书的这个资源。那我觉得他们做得很细致，就是让孩子先上网去挑选自己需要的书籍，而且是无限制的，就只要你想要、你需要你就填。然后他会帮每一个孩子把它整理好，每一个人一套一套的。有时候他还会看见说，这个孩子好像在语文的部分他特别有兴趣，他会再看见这个孩子的程度，他可能需要一些什么不同的书籍，还会再加码给他们。去年接任雄中校友会理事长的刘仁义医师，有鉴于证书对家福孩子的明显效益，决定串联各级校友发起拔尖计划，延续75级拥抱知识、拥抱希望的宗旨，将证书范围扩大到全国23处家福中心，包含马祖、金门、澎湖离岛的家福中心。记者李正道高雄报道。人手孔盖可以说是道路杀手之一。台南市公务局为了避免人孔盖过于平滑而引起的安全问题，修改管理自治条例，要求各管线单位在3月11号之前要提报防滑的改善计划，也成为全国唯一将人孔盖防滑纳入法规管理的城市。机车族最怕经过人孔盖，除了怕不平，加上一旦下雨含水，一不小心就容易滑倒。为了保障民众用路安全，台南市公务局已经修改道路挖掘管理自治条例，要求各管线单位在今年3月11号前都得提报人孔盖，不管是换新材质或是用其他工法，一定要有抗滑的改善计划。对此也让台南市成为全国唯一防滑人孔盖纳入法规管理的城市。要求各管线单位，它必须在1年内，我们的新法实施1年内，它必须要提供它的那个它的改善计划。那根据这些的话，我们会要求他们逐步去做一个改善。毕竟我们的台南市的市区我们这些道路其实5000多公里那我们每一年的路政大概12000多件那其实人孔盖这部分占了我们的生活用，其实也是算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交通上的一个我们要去注意的问题那这个部分其实我们也逐步的要求我们的人孔盖，其实我们在111年的时候，其实我们已经大概改善了12000多个距离我们当初我们设立的目标21000个，其实还有一些努力的空间。不过我们预计在112年年底的时候，全部都可以去做一个完成那我们这个我们关于我们这个人孔盖的部分，我们也今年我们在去年的时候，我们也检讨，就把这个微创工法跟这个新工法，我们把它并合交相运用让我们的管线单位有多样的选择。管线单位在道路保留人孔盖，就是应付维修的必要性。目前台南市大约有40万5千座，不过就公务局统计，目前重要路口尚未下地的人孔盖，所有防滑标准超过50 bpm， 已经改善了12000多座，一步一步加强民众行的安全。记者郭文吉、何乔芳台南报道。高龄者如果合并有体重减轻和食欲不振的话，就是营养不良的高危险群，需要尽快寻求医疗的评估。医师就表示，如果不是恶性肿瘤，也有可能是体内缺少锌这项微量元素，可以靠着食物或者医师开立锌片处方用药来补充。成大医院高龄医学部的医师王冠元表示，锌可以提高人体抵抗病毒感染的免疫细胞功能。但高龄者与慢性病患者有锌不足的风险较高。当患者因营养不良或消化系统疾病，容易出现体重减轻、食欲不振，也有可能是锌缺乏所引起。因为老年人常有许多的慢性疾病，那也会有营养不良的状况发生。那像是慢性肾脏病或慢性肝病，
或是一些肠胃道的疾病，都会影响到整个锌的吸收。那锌的缺乏的话，会引起食欲的减退或是免疫力的降低，伤口的愈合会减缓，甚至有掉发或发质变化的状况。那这些都是一些征兆。那如果可以适当的补充锌，可以改善老人家的免疫的状况，也可以让他们的生活品质得到改善。那也有说锌可能也可以有那个食欲刺激的效果。医师表示，锌补充除了靠食物，另外也能在医师的评估下使用锌的补充剂，不过可能有恶心、呕吐等副作用。如果过量补充，也会干扰铁质的吸收。因此，医师呼吁高龄者应先确认有锌缺乏的问题再补充，比较安全。记者林根台南报道。高雄美浓生产一种特有的蔬菜，叫做野莲。当地就有一家面包店将野莲和美浓147号米融入面包当中，意外爆红，成为店内招牌的人气商品。每到出炉的时间，客人都会将架上的商品扫购一空。这家店到底有什么样的魔力呢？一起来了解。才刚刚出炉不久，架上的面包就被顾客抢购到所剩无几。这家位在美浓永安老街里的面包店，将面包店开在老屋里。食材也融入美浓在地的农特产，每到面包出炉的时刻，熟客们就知道要赶紧到店里采购，更有许多在地人带着朋友上门来光顾。我们有当地人，当地人介绍的野莲吐司。为什么是野莲吐司？因为野莲就是美浓当地的东西，特色啊，因为它里面有野莲，有cheese，然后我觉得还蛮符合美浓，就是用当地的食材去做的东西呀。哎呀，我觉得这个是这里的特色，因为外面没有野莲吐司这种东西，几乎都会带来，然后就推荐野莲吐司。可是他们非常的热卖，一定要订，现场几乎都会没有。今天就没有，今天就没有了，我们就买不到了。你做的吐司。这家面包店的一大特色是将美浓在地的农特产融入在面包当中。野莲面包147号米制成的米面包，或是融合陈蜜香小番茄做成的吐司，这些都是店内的招牌商品。尤其147号米的特性，更是让蔡妙清特别钟爱。美浓2大特产，一个就是黄金，就是稻米；一个就是绿金，就是水莲。对，那另外我们大家就熟知的白玉萝卜啊、陈蜜小番茄啊。其实美浓的产物很多，非常的广，只是我们就是取一部分，我们觉得，就是拿来做面包算是最有优势的。我们也有试过其他的米，但它就是没有美浓米做起来这么软糯香 Q。还有一点就是说，美浓米它的抓水量很强，对。然后我们拌进面包呢，它不会说，米粒就是很粒，它会整个混合的 mix 得很好。年轻时期曾经在市区知名面包店工作的蔡妙清，和同事烘焙师的先生一起来到美浓创业。谈起创业的初心，他说，过去几次的食安问题造成消费者人心惶惶，他希望可以用自己的专业提供给顾客最安全而且美味的面包。我们经过这么久做这个烘焙来讲，当然是面粉做的面包也很好吃，很有 Q 劲，也很香。但是我们后来有一种认知，就是说，其实这几年经过的食安风暴真的是非常多。那我们做厨师的有一种，基本上的就是说，我们对客人有一个责任跟态度。就说我们如何拿出一个，这个食材是让我们觉得是没有安全疑虑的东西，而且是本地就出产的，那它就会比较没有所谓的运输的问题，或者是各式各样的包装问题，就直接产地拿了就可以用。来到美浓开店10个年头，这家面包店俨然成为美浓另一个特色景点。蔡妙清谦称谢谢顾客的支持，同时也希望将这些结合在地食材的面包，可以提供给游客另一个认识美浓的方式。他更感谢美浓水土养出的食材，带给他更多前进与成长的机会。
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当然是希望很多游客他进到美浓来，除了对美浓就是一个纸伞的文化，然后一个客家的文化，再来就是我们希望在吃的是有相关，因为美浓毕竟它物产本来就很多，然后如何透过这些食物，然后来了解美浓，说除了我们这些，例如说像陈皮番茄来讲好了，不是单单只吃一颗番茄。它可能就是演变成各式各样的伴手礼，或者是甜点之类，然后你就会对那个食材有新的样貌这样子。包括我们最重要的一丝奇米，可是客人最下口的其实是野莲。我很谢谢在这将近10年的过程里面呢，其实我每天在触摸这些食材，我发现到我的食材一直在教我功课。对，因为以前可能我们只是担任就食材是食材，给客人是天然的，但是我发现到我每一年接触到的食材都略有差别，所以我必须不断的去做合适的调整，来把这个食材如何呈现最美好的状态给客人。从市区到乡村，蔡妙清将自己的所学带到了美浓，运用当地的食材创作出不同风味的面包。也让游客从味蕾开始了一趟美浓的产地小旅行。记者周福庆、刘伟婷高雄报道。以上就是今天的南方特搜报，感谢您的收看，我是赖昌邦，我们下次再会。